美國咧有個國會議員人工一年得幾十萬美金，但身家竟然有成3億。喂，大佬唔使錢啊，都要2000年先儲到。佢點做到嘅呢？呢個人咧叫做 Nancy Pelosi， 美國眾議院前議長，全國第3高權力嘅位置。坐喺呢個位咧，邊間公司將佢俾政府告啦？邊條法案會通過？佢比任何人咧都早知道。2022年12月，佢老公一個禮拜之內咧沽咗3萬股嘅 Google， 套現最多300萬美金。1個月之後咧，美國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訴 Google 壟斷，股價應聲下跌。巧合，2024年7月，佢老公又沽咗50萬美金嘅 Visa。2個月之後，司法部宣布起訴 Visa 壟斷美國簽賬卡市場，又係巧合。而呢種巧合咧，佢做咗幾十次，勝率75%，回報遠超標普500，浪到連美國參議院都忍唔住專登用佢個名起咗一條法案，叫做 Pelosi Act， 禁止國會議員炒股。你可能覺得咁我哋普通人啊，咪得個睇字？唔係喎，因為美國法律咧規定，國會議員嘅所有股票交易必須要公開申報。佢哋賺錢咧靠信息差，但呢個信息差依家係公開嘅。而家有一個平台專門追蹤美國國會所有議員嘅股票交易，免費公開，任何人都用得到。佢自動捉取所有美國國會議員嘅交易申報，整合成一個版面俾你睇。好似我哋頭先講嘅 Google 嗰一單，你喺上面咧就會見到 Pelosi 2022年12月沽出 Google 3萬股，仲可以睇到每一個議員個案嘅交易記錄同埋勝率，等於你可以揀跟邊個抄功課。實際上面真係有交易員用呢一種跟單策略，半年做到50% 嘅回報。但要記住，議員申報咧最多可以遲45日，所以你唔係即時跟單，你係跟趨勢，睇聰明嘅錢流去邊度。呢個工具咧俾你嘅係邊際優勢，而唔係印鈔機。投資永遠有風險，但至少你可以睇到全世界最有信息優勢嘅人咧，佢哋揀咗啲乜嘢。Pelosi 用信息差賺咗3億美金，而你唔需要坐喺國會，你只需要知道坐喺國會嘅嗰一班人買咗啲咩，沽咗啲咩。留言 2，我將成個網站發俾你。